这个泰式甜辣虾，我吃过这么多罐，从来没数过里面有几条。这一盒是240克的哈，它的配料也干净，白虾、辣椒、大蒜、酱油、盐、味精、白砂糖、芝麻、生姜，没有防腐剂添加。哇塞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它做的就是很入味儿，都开背去虾线了哈，还很干净。嫩嫩的小肉又不行，7、8个吧。这一份一次吃刚刚好，它是甜辣的，